两个人啊，我不是讲两人。哎，王外，他个请客吃，请客吃，我请的吃。喊我等哥哥，我不请客的，不多死多请客不多，喊我都不给骂对嘛，我请客的。哎呀，那娃娃你老些大方。两人个嘛，这个调度头，这个调度头不来一溜，喊我刚好了，我请客不我请客的，两个人老着。娃娃，哎，还喊做啥去了？我老姨喏，哎，叫我喏，买老爸相依喏，老爸相依很买的要嘛？买一个一买不是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干没？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啊！哎，调吧，哎，好，还喊多少银子来的？我不是说两哎，说两银子啊！还老爸相依几十个哦？哎，那我本嘛，我帮我买，你调的，我不说两银子哎，放心啊，我不让银子啊！哦，好，那说两银子不要个，哎，说两银子，他给我买了个，哎，娃娃啊，喊我本买的，你调不里去？90两啊，90两哎，90两个，哎。90两，请打起，哎，调起，老高，哎，就归老，都小老了，要都小老就都小老，老板想一个，买说两银子买这个么子个，啊，不老板想一个，老什么贵，呢，我老一个人老好笑，还不我说两银子个我老板想一买去个，还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，买个这个饭个，哦喏。啊！老板想，因为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，我越老越好。小的问题是啊，那么越老越好。小东啊！越老越好呀！不老板想也不得。你做这么夸做什么？那，你老好笑哎！那么一次跟我，两次跟我，我成我条路了，你搞得我不能叫虎当当，不叫你跟你做干么？你还要说我好笑？我，你老好笑，我这个叫人不我跟老弟做干么了？不我跟，我不跟你，我跟谁呀？干嘛？你不跟我，我跟干人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我等人得啊，人不得哎。其实人生不得啊！你将我10两银子买下了，你还不认得我？干嘛？我10两银子奔哪里啊？对呀。我干个句话呢？我10两银子不给马里有个马里做干嘛？干嘛？上面不是写得清楚的吗？你不写是啊？我老爷叫我买10两银子买老爸相依呢，还不给老爸相依马里呢？这哪里是老爸相依？他干嘛？这分明是马身文痴。干嘛？干嘛？你这一些不写实的，不是写的明明白白吗？咱们个私下去啊！这是什么？我不写，我明对，并不也是不写的呢。你不写字，我就读给你听。这上面写的呢是马身文痴，家之京都汴梁人，30名叫曹东京。因今年年方80岁，因膝下无儿无女，只好自马之身。马家为子，马者为伍，一时三才不可怠慢。尚有怠慢，送归就败。马身领子10两。你快我做什么？讲我给他私下的，我10两银子，还本个人哪里哦？对呀，这银子还在我袋里呢。我也死了呢，要死要活了我。还刚个10两银子不跟老板哪里有过？还我哪里做干？啊？你自己不快的？我为准。
我非买未准。我干一个老板，我约个我没准。你把我卖了1万9啊！你要是太美于我，来，送过去来。哼，从今日我便是你的爹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你是我个宝。对呀，心死哎！还说2银子把个老板买了个。这做，不是2银子，我老爷叫我买老板香烟，老板香烟不给老板买了哟，还我丢我的这身做老人的我。哎，你骂我是相应的。